的。由省德如广告的不动产借贷媒合平台 IMB 进前逼出负责人把这钱款的人就做去走路。这个平台是用借款来吸引民众投资，讲会当赚到真侪钱，就几落千人把这钱落入来，那连利息拢无摕到，连带因的本钱也拢乌有去。目前警方已经接到几落人来报案，目前也正在调查当中。在主持人盛如如不动产借贷平台 IMB 吸引投资人开钱买借款，这么有人出面指控讲是一场骗局。跟大家讲说，反正我就把你们钱拿去用了，而且我上架的是不实的债权，是虚假的，我非常的震惊以及杂用。IMB 属于 P2P 平台，由台湾的金融公司成立，伫官网顶头讲因是合法的。媒合欠钱的人家借钱出去的债主，搁再将借款转移给投资者，讲一年的利息有9%到12%。有人迄离了，搁出钱要加码，结果利息无摕到，就连本金也摕袂大。就算是入狱服刑，等到我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我还是要把大家的本金呢还完。之前公司的高层开记者会，行咧会室里。严过投资人讲，因互人通知讲，因买的借款拢是假，就算总经理挂保证讲会负责，严过别人指控讲，怎么因拿到钱摕，唔知走倒去啊？上礼拜5、6、日有跟某一些投资人已经讲了这个状况了。你们有直接在说明会上面讲说，你们这些债权都是假的，有这样的一回事吗？实际打电话去这间公司，就要问问，电话就互人切掉。警方也接到一寡报案，被害人是全台湾拢有，已经立案调查，定调是诈骗。个案的话，已经有去报案，这个是属于诈骗了，不算是民事纠纷了。虽然警方伫最近1礼拜只个人接到20几件报案，但过无排除还有乌数，因为被害人做自救会，发现受害者人数超过5000人，总损失到25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外商